兄弟姊妹平安！哇，咱真久无见面，虽然咱拢无见面，毋过咱知影，咱会当透过这个网络，也是讲手机啊，也是这个赖吼会当见面，嘛会当会随时来祈祷。咱要开始进前，要来邀请咱的上帝，咱的信心来引带咱的敬拜，咱做伙来祈祷，愿主耶稣的保惠，搁一摆甲咱压扛，愿信心甲咱同在，所以咱即马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阮要伫主你的时间来祈求你，来到你的面前。来做伙来，甲你敬拜，因为阮的敬拜都是阮的礼物，阮的感恩都是阮的礼物，愿信心甲阮伫地，愿主耶稣的保惠，搁一摆甲阮压扛，互阮清气的心，互阮专心专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相信上帝甲阮伫地，因为当咱的歌声。当咱的身体来献唱的时阵，阮相信信心要大大的做工伫咱每一个家庭。即马咱每一个家庭拢是亲像一个教会，因为咱即马每一个家庭拢有设立这个制度，愿信心充满伫阮的每一个人的当中，互阮有气力、有信心来领受每一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来用这一切娱乐来敬拜咱的主，因为咱的主是值得咱娱乐的主。哈利路亚！一切娱乐敬拜，咱来拍手哦，不管你伫对，咱拢脚爱动，身躯爱动。
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咱每一个人的需要，人唔知，不过上帝知影。人用咱家己的方式，不管你是要方言的祈祷，还是要用悟性的祷告，拢会使。甲你的懊恼、感恩，还是你的需要，拢甲主耶稣讲，伊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看定恶路，恶路啦，主我没有恶你，你是听我的主，哈利路亚，哦，愿将我的家呀，拢交托你，沙啦啦啦啦啦咧咧，哦啦啦啦啦咧咧，哦，星星你充满我，星星我要请你充满的每一个所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你的疼爱看我忧伤的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这个彼得前书伊有讲，伫这个第2章第8节。第9节伊讲吼，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兄弟姊妹，伫即马这个时间，所有发生的代志，你拢唔捌想过会发生。人感觉讲咱会安尼自由自在是已经是应该的，咱拢袂记得讲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咱拢袂记得讲咱爱遵守伊的律法。兄弟姊妹，好唔好？咱即马来开嘴，来为咱的国家，还是为上帝国，伊的国度来祈祷。咱将咱的国家献予上帝，予伊掌管；将咱的城市来予上帝掌管；将咱的社区、将咱的教会、将咱的家庭来予上帝掌管。真正是予伊做主，毋是讲咱伫遮祈祷讲主啊主啊，啊毋过当咱祈祷煞的时阵，咱阁家己来做主。咱阁开始咧烦恼东烦恼西，即马咱阁来一摆来祈祷，为着你这个医护人员、防疫人员，咱做伙来，你想会到的，咱阁来一摆来为因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主啊，你是我们台湾的主，你是掌权者，你是掌管宇宙的神。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来邀请你来，你是台湾的主，你是台湾的王，你是台湾的总统，愿你来祝福阮的总统，伊的政府，伊的这个团队，伊予因安尼智慧、公义、信心，予因知影讲要安怎来面对即摆的问题。主啊，阮阁更加需要，就是这即摆的医护人员。主啊，阮看到因安尼这么啊辛苦，愿你来甲因压看，保护因，你的保护甲因压看，予因安尼出入拢平安。
主啊，你嘛祝福阮所有的教会，你嘛正教会，大家拢为着这国家来祈祷。愿你祝福阮的国家，愿你祝福阮的每一间教会兄弟姊妹，拢加做祈祷的勇士。主啊，你也祝福阮的家庭，每一个家庭，咱要爱加做祈祷的家庭，代祷的家庭。感谢主，你也祝福阮的牧师。阮的所有的牧师，阮的陈牧师夫妇啊，个华牧师、王牧师，以及互因安尼智慧。即马这个时阵，阮知影，因无应用，因拢逐天每一天应该较济祈祷，就是要知影，当咱开始的时阵，咱相信信心要大大的收割，收割这个世上的灵魂。主啊，阮感谢你，你也祝福阮这教会的领袖，每一个领袖，主啊，互因快乐，互因智慧，知影要安怎牧养因的资源。感谢主，祝福阮每一个家庭拢有平安，每一个家庭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山中的白莲花，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事事真好去，好地像我的假使，献出跳动的根基。一摆，山中的白莲花，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手事真好去，像我的假使。Yeah.
要逐工学乐主。我毋管是逆境、顺境，我拢要学乐主，因为我拢无啥物，我干那单单要找求主，亲近主，感谢主。主，这是阮的敬拜。所有兄弟姊妹，你拢要看顾，毋管伊做啥物，你拢要陪伴伊。主，阮感谢你，愿你感染阮的敬拜，将一切荣耀、尊贵拢归乎你。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神，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各位兄弟平安，我来讲读教会消息。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为着要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停到7月12号。但是拜三祈祷会、拜六青少年礼拜、主日台语甲华语的礼拜，咱拢用网络放送聚会方式来进行，敬请大家来参与。第二点，网络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下骹2点。第一点，请汇报逐组伫网络聚会的人数。第二点，学青牧区甲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会记得帮助囡仔来甲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来办理。以免影响到囡仔的权利。第三，虽然伫疫情期间未当实体聚会，但是请兄弟有缘做到上帝敬意的本分，尽力做到以下5点：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善无停止，阁有奉献无停止。第四，教会嘛鼓励兄弟利用以下2点来奉献。第一点，逐项奉献袋会当家己集中，逐个月1摆来摕来办公室来奉献。第二，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小组长若方便，会当协助代收甲代转。兄弟的奉献嘛会当利用周报的第一顶悬的银行口座的奉献。不过，请会记得转销了。爱甲奉献的项目，甲办公室的单配分干事来登记。第五，伫疫情期间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提防，袂得惊吓。请大家搁较侪祈祷，搁较侪互相关心，用实际行动来做主的美好的干净。第二，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实体聚会甲小组，但是拯救灵魂袂当等，关怀厝边袂当等。本会特别有设计一份一起认识你的单仔，互教会会当了解会友状况。请兄弟伫网络来填写资料，也请小组长随时让了解小组员的填写的状况。第三，本会6月推动复兴祈祷小组早祷会，感谢大家参与。对7月份开始，逐工透早5点半会继续进行网络早祷会，欢迎大家来做伙来参加。第四，109年度的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若有需要收据报税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五，本会为着要庆祝释教70周年，举办由从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的设计、精选甲歌曲创作精选活动，欢迎有这方面的专业的兄弟踊跃来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往办公室来摕。第六，因为疫情的关系，6月份中执会延到7月4号下晡3点半，伫网络召开，敬请
各位的中职甲单位同工教师来注意参加。第二点，具体消息。第一小点，互助社。第一小点，社员安心，价利率贷款12万，年利率2.4%，对打到8月31号来查止。第二小点，社员在职的军警公教贷款30万，年利率3.6%，对打到11月30号来查止。第三，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也是转贷，请往互助社来切顺办理。第四，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画图比赛，请本社6岁到12岁社员踊跃参加。收件到7月23号查止，欢迎往互助社来切顺。第二，宋书第一点，本会刘桂美姊妹伊公主肖伟雄兄弟6月14号，因为身体感觉无爽快，送病院，后来获诊断是心脏主动脉剥离，伫中间病院接受手术了后，不幸伫顶礼拜6月18号暗时梦主温调，安歇主怀，定伫本主日早时7点半伫市立殡仪馆举行纳棺个别火化礼拜，下晡1点半伫大寮基督教橄榄园举行安葬礼拜。第二，本会李立昌兄弟的妈妈周金霞姊妹伫6月14号安歇主怀，已经伫6月24号举行告别式。以上愿主安慰遗族，也敬请兄弟关心大道。第三，喜事恭喜本会詹维志甲郭贤林夫妇生囝，愿主祝福。以上接续是讲道的时间，今日的讲员是洪世准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袂当主动的祝福，咱做伙来欢迎洪牧师。各位网络电视机头前的兄弟，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阁继续伫咱的网络顶悬，伫电视机的头前来敬拜主。伫暗暝敬拜的时，咱三甲来共守上帝话。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咱要对46节到52节，上帝话安尼讲：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弟妹的囝巴底买，就是市民最乞食的，坐伫路边，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嗷叫。但彼得后话啊，耶稣可怜我，这些人责备伊，教伊点点。若是伊一发大声嗷叫讲，但彼得后话啊，可怜我。耶稣停脚讲，叫伊来，就叫前面的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你来啊。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因伊讲：“爱我甲你做啥物？”前面人甲伊讲：“那破年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神有救了你啦！”伊连边得到看见，就伫路人对耶稣。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牧师所要分享的是无法度主动的祝福。什么物件，互你有产生吸引力？无法度主动，你对迄个物件会介意的。
以前的牧师以前真爱啉迄个可可可啦。那讲到可可可啦，我就真欢喜，目睭天金要找迄罐里底。正是饮料啉伤济，对身体无好。那讲到你所喜意的食物，也是物件，无法度阻挡你，无法度改变你对迄个物件的喜意，迄就深深吸引你。我知影有的兄弟真爱钓鱼啊，讲到钓鱼啊，有3天3夜讲袂了。有的人真爱爬山，较悬的山，较忝的会开力，嘛是会去爬山。了解，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双眼无看到的巴底麦，伊到底要找耶稣，为什么要用尽办法来找耶稣？究竟耶稣有什么款的优点，吸引力要互巴底麦找耶稣不可呢？咱看圣经内底，圣经讲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麦的囝巴底麦，就是最痴迷最乞食的。了解，伫路加福音书第18章嘛有同款的记载，但路加福音书只有记载一个痴迷的去找耶稣。这是路加福音书最后一个记载医治的记述。咱也会当以马可福音书第8章22节到25节，嘛记载着耶稣医治伫青梅，迄所在伫比赛带。第2个医治青梅伫耶利哥，并且圣经内底记得真清楚，伊得着受医治的这个人的名叫巴底麦。咱看马可福音书讲出，主耶稣甲伊的门徒甲大群人要到耶利哥进前，因来到，因要入去耶路撒冷进前，因来到耶利哥。究竟耶利哥这个城市有什么款的特色呢？耶利哥伫耶路撒冷城的东边12英里的所在。圣经讲有一大群人对着主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来对伊。按照迄个时间，门徒有真可能是要去到耶路撒冷过潘过节。咱拢知影，犹太人因每年有3大节，拢会去到耶路撒冷。一个是潘过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叫初熟节。而这3大节日，因拢会伫耶路撒冷过这个节。所以咱知影，伊这3大节过节的时，必然有真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所在过节，也带来真侪人入去城。就是人讲一句话，有人潮就有钱潮，所以而遐嘛有真侪做生意人好业人入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迄当时的巴底麦，圣经讲伊是目睭无看见的痴迷人，伊需要透过乞食来维持伊的生活。所以巴底麦会当讲是伫社会经济真弱势的人，伊身体器官残障，所以伊无法度用伊的能力
来维持伊的生活，伊必须用透过去食甘本来维持伊生活的一个本领。所以，咱看到巴底买，伊伫人真济的所在咧行倒的时阵，伊咧分。所以，咱看到马太福音书嘛记着两个青面的人，因听见主耶稣要入迄城，就大声吼叫。总是咱看到巴底买，伊听到拿撒勒人耶稣要入城，伊就大声喊：“主啊，代表了好个啊，怜悯我！”主耶稣也医治因。所以咱看到马可福音书特别强调的巴底买的原因，就是可能较侪人捌这个人。就是咱看到圣经内底头我讲到巴底买是一个目睭无看见的青面人，伊需要通过这本去食来维持伊的生活。所以咱看到巴底买有3项软正的欠缺。第一项是目睭的残障的欠缺；第二项是自我卫生的能力不足；第三项就是头我讲迄2项，造成巴底买伊自我形象真歹，自我信心真不足。主耶稣捌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巴底买的身体的确是破病，更加残障。这嘛是巴底买伊欠缺的所在。咱的生命是毋是有欠缺的部分？总是有人会问讲：牧师啊，我身体好，我哪有残障？对啊，这残障不一定只是指你身体部分的残障，嘛有真侪时阵是人的心灵无健康，人的心灵无好的思想，也是错误的价值观影响。这些问题拢是影响到行为，比如讲有的人伊的思想常常去想到负面的言语。伊箴言第10章安尼讲：心内智慧的人，智慧的要听受命令，嘴讲戆话却要失败。所以了解，咱的讲话若无经过圣经的教示的调整，咱真容易讲的出的话是负面的话。咱看圣经内底，摩西派12个侦探去偷看迦南地，总是咱看到，迄10个侦探回来，甲摩西讲总是迄个所在百姓勇壮，城也坚固宽阔。阮伫遐看见阿拉族的人，而且咱看到，因讲的是城市宽阔坚固，因的百姓是真勇壮。总是咱看到，只有迦勒甲约书亚，伊倒来甲摩西讲，咱马上就去来得到迄所在，咱会有够野的气力来抗赢因。然后这，咱看到，咱信仰生命，咱要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咱有正面的思想，咱必须要对咱的信仰生活中间超越咱对主的倚靠。咱必须要对信仰真理中间看见咱对主的信心，对小项事中间经历上帝作为。譬如讲，你要开车到一个所在，你有需要停车位。伫你欠缺时，就你需要一个停车位时，你会当以哪开车哪记得讲主啊，我需要你为我陪伴这个停车位。你可能会当
还未出发之前，你为了你未来需要一个停车位，你祈祷上帝。有一届我甲何牧师开车去台中找伊的大兄，到因大兄的厝了，要伫路边找一个停车位。伫因迄大兄迄附近迄个周围的社区大路边，伊设一辆无发觉有半个停车位。我嘛毋敢凊彩也袂停，惊车去互拖掉罚钱。这是我车搁设第2任的时，我就那祈祷讲主啊，我需要一个停车位，求主你为我备办。当我设第2任的时阵，倒有一台车当要离开，我就亲像着发票的欢喜同款，真欢喜，就马上把我的车停伫人打开走的停车格。了解，咱的信心需要伫咱生活的小事中间去祈祷、学习我靠主，去经验了上帝为你备办的，因为咱的上帝是耶和华一的上帝。第二，人的两者中间，头先咱讲的有负面的思想。第2项就是有拄到低落的自我形象，就是咱的生命内面欠缺对上帝创造的自信。咱看到圣经内底，基甸面对上帝呼召伊，要爱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统治，总是基甸伊回应上帝呼召。伊安尼讲：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送乡的，伫我的老爸家，我是第一世。所以，了解咱看到，基甸面对上帝呼召伊，要重用伊，要成做百姓的拯救时，伊对主的回应是讲：伊是玛拿西中第一送乡的，伊是老爸家第一世。了解，伫华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华人的文化真无法度去表现家己的情感，所以常常伫反面的中间来表现家己的情感，这就是心内无健康，致到伊的自我形象真低落。比如讲，有一天你若邀请人客去恁兜咧坐的时阵，这男主人来介绍家己的囝。这我的小犬啦，阮这个小犬啦，无路用的啦。这个囝吼，听着老爸安尼甲人客介绍，伊心内讲奇怪，阮爸较安尼甲我介绍，我都明明真有路用，较甲我介绍我这个无路用的囝。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太太咧，无啦，这阮真的啦，这阮兜煮饭的啦，了解，咱看到，咱的生活中间无形无中，拢会显出家己自卑的形象，家己自我形象真低落。这种的人，伊会有拄到一个问题，伊做唔到代志，伊袂容易去认错，伊嘛真少会去甲人分享伊家己的软正。总是人对伊的批评，伊特别敏感。足惊人看轻伊，所以这种的人伊自我防卫心真强。这种的人，伊真歹斗阵。第三，就是性格扭曲的性格的人。这种人常常会伫某一个事件互冤枉，也是互人陷害。比如讲，公司内底的人，为了某一个代志。敢陷害伊，爱甲栽赃伊，甚至伊会互人同事、互伊的朋友、互伊同学去霸凌。这种的人互人霸凌久，互人欺负久了，伊怎形容心内对是非对错有一个扭曲的价值。所以明明做唔对的是一个人，总是因为群体的因素相挺，会互唔对的。变对，对的变唔对，所以这
扭曲性格的人，伊性格常常会造成真焦躁、真急性。这种真急性的人，伊极容易甲人起冲突。这种的人，通常伊甲家庭的关系无好，伊的人际关系嘛无好。所以弟兄姊，咱头讲到这三种人，这拢是显示出人的软性的罪性。所以当咱面对罪时，咱必须要去正视看罪带来人生的困扰。安尼，你会问讲牧师知影罪问题要安怎解决？罪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去找找耶稣基督的帮助，人的性命才会得到彻底改变。然后咱看到巴底买一听到拿撒勒耶稣要对伊经过，伊马上发话：大比的后裔啊，可怜我！咱看到当时目睭无看见的这青面人，互看作无清气的，伊的身体残障，伊无法奉献给上帝。所以咱通过经文中间的记载，这个巴底买伊一个乞食，那用社会阶层来看，伊是上阶层的弱势者，伊上向上无力的人。所以咱看到，伊无论是心灵，无论物质，伊拢是社会中上卑贱、上欠缺、无助的百姓。咱若伫路面看到游民伫路面，咱做基督徒的，咱袂看轻因，总是咱看见这游民伫路面的时，因伫这街头餐风露宿，咱心中有淡薄对因有一个怜悯的心。总是这游民伫咱心中，却嘛无法度得到真崇高的社会待遇，互因尊重。所以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一直描写巴底买，伊是坐伫路边，伊只有人讨食。所以当主耶稣甲伊的门徒对遐经过的时阵，人的脚步真紧就经过。巴底买可能伫人的下客中间，伊可能坐伫路边，互客到路边上边的所在，上无看见的所在。巴底买伊期待耶稣基督会当成做伊的帮助，总是伊心内嘛知影，伊若无把握迄个机会去敲找耶稣，迄个帮助的机会可能一瞬间就无去啊。因此，当伊画第一个耶稣的时，耶稣身躯边的一大群人，甲耶稣的门徒，伊责备，伊阻挡，总是巴底买。伊虽然目睭无看，总是伊耳孔阁听清楚。伊知影耶稣要接近伊，愈来愈近啊！伊第二届阁喊耶稣：“大比的后裔啊，可怜我！”伊期待伊这两届的喊话，耶稣会听见伊的声，会听伊的脚步，会成做伊的帮助。总是你会问，为什么巴底买喊两届大比的囝？这甲伊毋望对耶稣得到医治有啥物关联性？咱也知影犹太的背景，这大比的囝，这个称呼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是为了要成全上帝对大比的应允，所以大比的后裔会当统管以色列到万世代。你问讲牧师统管甲医治有啥物关系？
了解，伫新旧约两约之间，有人认为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战士，这代表的子孙可能是一个战士。所以伫第1世纪的时阵，相传所罗门王这个代表的子孙，伊有医治的开力。耶稣就是代表的后裔，就是因心中弥赛亚的名。所以因相信代表的后裔，唔但有统治以色列的权，伊阁有上帝要应允赏赐，互这个后裔有医治的权柄。所以这个巴底买，伊话耶稣，伊讲代表的后裔耶稣可怜我。所以咱知影，这个巴底买，伊对住整个的历史的中间，伊知影伊的身份是代表的后裔，伊有对上帝遐来医治权柄，伊有统治的权柄。可能这个巴底买，伊过去捌听见耶稣伫会堂中叫邪神静静这个技术，伊嘛捌听见耶稣赶鬼的权柄，伊可能嘛捌听见伊医治太过病人，伊叫变碎的人来行，伊互手高大的得到医好。所以这个巴底买对伫历史的因素的渊源，也是伫耶稣伫加利利附近所行过这新约记述中间，无论安怎样，伊对耶稣充满着有一个望甲信心。所以当巴底买大声喊，代表的后裔耶稣可怜我。所以咱看到耶稣的身躯边的一大群人，包含耶稣的门徒，听见这巴底买大声喊的时，不但无帮赞，反倒当责备伊，禁止伊袂使阁出声。将是咱看到，这目睭无看见的巴底买，伊却是真坚定、真勇敢地继续咧喊耶稣。耶稣就停伊的脚步，对安尼咱就知影，耶稣停伊的脚步，甲伊讲：你爱我，叫伊来。咱看到耶稣停伊的脚步，讲叫伊来，这个显出耶稣并无赞成耶稣的门徒甲伊身躯边一大群人对这个巴底买禁止责备的态度。所以主耶稣讲叫伊来，就是叫亲密的人甲伊讲，安你的心起来，伊咧叫你。咱看到主耶稣这届咧邀请这巴底买来，迄原本责备巴底买的身躯边的大群人甲伊的门徒，对头我责备的态度转变，成做一个鼓励。伊甲巴底买讲：安你的心起来，伊咧叫你。所以这一大群人开始鼓励这巴底买起来，伊咧叫你，要爱这巴底买亲近耶稣。所以了解咱看到，教会看见两种的人，咱要保持的态度，毋是伊的门徒，伊也责备这个人，禁止这个人，咱是爱保持着怜悯的态度。了解
主耶稣看到巴底买有深深的疼心甲温慈对待伊，这甲门徒甲身躯边的人禁止责备有真大的差别。咱看到这群众、这门徒，因为耶稣的邀请，这门徒、这人对反对变作鼓励，一瞬间改变因原本负面的立场。所以了解，教会应该去看见社会软弱人的需要，鼓励因亲近主，不是气使因来杀离开上帝。德国的圣义中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伊讲一句话，伊讲耶稣的教会袂当凊彩拒绝，袂使凊彩甲遐拒绝上帝呼召的人一切来往。教会是凭着应允甲命令来跟对主的，所以了解教会袂当凊彩甲遐捌拒绝过耶稣呼召的人断绝一切接触。也意思讲，这个人可能要曾经拒绝耶稣的邀请，拒绝耶稣的福音。总是咱教会袂当用安尼来停止对这个人的关心。当咱继续对这个人的关心甲扶持，看采上帝的疼，有一天会感动伊。所以咱看到巴底买虽然目睭无看到，总是这个社会中有偌济人嘛是安尼。这个人社会中的人，因可能目睭无痴迷，总是因的心灵亲像痴迷共款。因无看见耶稣基督的真理甲救赎恩典。因无看见上帝要带因倒来上帝属灵的家，享受上帝厝内的疼。所以咱看到，虽然巴底买捌互门徒捌着身躯边大阵人责备禁止，虽然别人边仔人的态度是安尼，总是无法度阻挡巴底买迄个脚步敲找耶稣。你可能问讲，巴底买是食了什么天大地大的药啊？看真的有勇气，伊对待的勇气，人家骂、甲责备、甲禁止，拢无法度阻挡伊。伊敢若是打不死的蟑螂同款，生命的韧性真强，就是要敲找耶稣。人讲伊涂骹白嘛，白到耶稣的面前。了解。咱爱亲像巴底买同款，迄个对主的渴慕是真的强烈，真的渴慕主、亲近主。所以咱看到，当巴底买听着主耶稣身躯边的一大群人甲门徒鼓励伊亲近伊的时阵，伊的反应啥？圣经讲，伊就放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了解？对这经文中间，咱会当体会着什么？迄当时巴底买是哪，佮跳佮欢喜啊！因为除了主耶稣会当医治巴底买以外，为什么巴底买这么心情这么喜乐？了解？咱来看西番雅书第3章咧讲上帝话讲，你的上帝耶和华伫你的中间，就是专营的拯救的。伊要为着欢喜你来快乐，伊要因为疼你来静静，佮为着欢喜你来唱歌。所以了解咱看到，上帝创造咱，互咱感受到迄个喜乐。了解，上帝要创造咱，因为咱伊感到喜乐。为什么？因为上帝疼咱，
喜乐产生快乐。亲像咱做爸母的，咱看到囝充满了疼，咱心中就有喜乐，咱就有望。最近有一个女牧师，伊生囝，了，迄个囡仔因为黄疸指数过高，出事了，就要囡仔送入去交病房。伊伫 FB 顶管写讲查某囝出事一时间看一眼了，就无搁看见啊。经过几工，伊笑脸伊查某囝，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这女牧师对查某囝是充满了疼。牧师进前去台北开会时，拢利用迄个开会中的休困时间，用手机用赖视讯来看好牧师，看阮上阮。为什么？我疼因，我真毋望时时刻刻看到因，我对因得到喜乐。了解，当上帝予咱有喜乐的生命时，咱就有快乐。所以就尼米书第8章第10节安尼讲：你唔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欢喜是恁的能力。所以了解，耶和华得到欢喜是恁的能力。所以当上帝欢喜咱，看咱所喜乐的时，互咱心中产生了快乐。所以咱看到，当有听就产生喜乐的生命，就会有喜乐的心。所以喜乐是上帝本质。总是真侪兄弟会问牧师啊，我若时常无感受到上帝对阮喜乐的心。咱知影，真侪传统教会教士都讲：你着爱好读圣经，你着爱好祈祷，上帝较会欢喜你。就像囡仔爸母甲囡仔讲：某一人啊，你着爱好读册哦，你成绩好，妈妈较会介意你哦。囡仔，你要乖乖哦，阿嬷较会介意你哦。了解，这种的有条件式的疼，互咱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咱着爱好安怎做，上帝较会欢喜。咱是做什么款的条件讨上帝欢喜？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的错误的观念。上帝无因为咱做什么好行为、好的信仰的见证，伊较会欢喜咱。上帝创造咱的时，伊就疼咱，伊就欢喜咱。所以咱知影，真侪家庭有错误的教导。你着爱乖哦，你着爱听妈妈的话哦，你着爱成绩好哦。妈妈较会疼你哦，爸爸较会疼你哦。这种款有条件式的疼，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囡仔无安全感。囡仔会烦恼什么？我成绩无达到妈妈的标准，我无法度得到妈妈的疼。伊会一感觉烦恼，伊达袂成大人的标准，所以伊心中有真侪无安全感。另外这是咱的文化造成咱的错误。上帝看咱不是安尼，上帝讲伊创造咱，照伊的形象创造咱。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时，上帝就欢喜咱，就是亲像囡仔，你看到囡仔时，你就欢喜啊。所以了解，伫哈巴谷书第3章安尼讲：虽然无花果、无发芽，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田园的无出五谷，调内无半只羊，牛调也无牛。我要顾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所以另外对这哈巴谷书，咱看到
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了解上帝欢喜你，上帝创造你，伊就喜欢你啊！不是你做啥物，伊较会欢喜你。所以希伯来文这个欢喜喜乐，意思就是心中充满了快乐的心。所以上帝要因为咱感觉到喜乐，因为上帝喜乐是灵内底喜乐。当咱的灵感受上帝疼的时候，咱就产生快乐。所以了解，有什么巴底麦，或者周围的人责备大声喊话，禁止伊出声，就是这大巴底麦第一届出声，第二届佮喊话耶稣，为什么无法度阻挡伊亲近主？因为伊知耶稣是疼。迄个耶稣的疼，深深吸引你，互伊快乐，要找耶稣。了解，伊感受到耶稣对伊的态度，甲门徒甲一大群人相比是无同款的。耶稣反倒当用疼、用接纳的态度来叫伊过去。互迄个原本主动责备的人，对反对变作鼓励。所以咱看到，互迄看袂见的迄个巴底麦，充满了迄个喜乐的快乐来亲近耶稣。所以咱看到，无法度主动巴底麦得到医治的稳定，是因为主耶稣对伊的疼。了解，天父上帝看你，伊创造你，上帝要因为创造你，感觉到喜乐，感觉到欢喜，因为上帝是疼。了解，咱这社会除了基督徒知影迄疼的真正的意思以外，真侪非基督徒嘛捌的。咱知影高雄义大的病院院长叫杜元坤，伊甲一半薪水奉献出去，伊半冬去平阳义诊三工，伊一冬去2届，每一届去3工的义诊。这杜元坤院长伊讲，伊为什么会安尼做呢？伊讲伊一届读到德蕾莎修女的册，伊讲奉献不是把你存的钱摕出去叫做奉献，奉献爱互你有感觉，互你有感觉。了解，有一届，这杜元坤院长咧帮一个妇人开刀了，这妇人急要出院，医生这杜院长就问这妇人：你哪遮紧要出院要创啊？这个妇人甲讲：我要紧等于码头煮饭，或者码头的工人食。原来这个急要出院的这个妇人叫做庄主玉女阿嬷。这庄主玉女阿嬷，伊伫码头伊要做自助餐，伊甲每一个码头的工人每一顿收10块，所以有人称伊做10块的阿嬷。这个庄主玉女阿嬷呢，伊对1951年就开始伫迄码头用10块的自助餐来帮助这个码头的工人，互因食较饱，10块。凊彩这码头工人较饭硬菜，伊甲收10块。这庄主玉女阿嬷呢，伊为着安尼帮助这码头工人，伊总共卖掉7间厝。这个庄主玉女阿嬷呢，伊的好所行，深深地影响着这杜元坤院长，互伊回想起来，伊当初为什么要读医学院？敢毋是为了要救人的性命吗？所以这杜医生学习
这个10块的阿嬷会好所行。伊每半年就去平湖义诊3天，所以弟兄姊妹咱看到有听就有喜乐，有喜乐就有快乐。阿门。阿門。所以弟兄姊妹，囡仔看到父母就充满了听甲喜乐，囡仔感觉到喜乐，就感觉到幸福；囡仔感觉到有听有幸福，伊就有快乐。接下来，牧师要播送一段韩国的影片的影片，给咱大家看。 시각벼랑의 한음이 도전. 맞은편에 엄마를 바라보는 한음이. 이때 웃음기 없는 표정으로 한음이를 바라보는 엄마. 몇 걸음 채 가지 못했는데 자신의 키보다도 높아 보이는 낭떠러지에 깜짝 놀란 모습. 어쩔 줄 모르는 한음이 엄마에게 간절한 눈빛을 보내지만 되돌아오는 것은 엄마의 싸늘한 표정뿐. 무심한 엄마의 행동에 결국 시각벼랑을 건너지 못하고 제자리로 다시 돌아갔다. 연우에 이어 한음이 역시 시각벼랑을 건너지 못하고 포기. 아이들은 무표정한 엄마의 얼굴을 보는 즉시 제자리로 돌아갔다. 심리학적으로는 거울 이미지 효과라고도 하고요. 부모의 그런 부정적인 감정이나 태도가 아이들한테 결국엔 대물림되고 전달될 수도 있는 그런 효과를 가진다고 보시면 될 것 같아요. 그렇다면 반대로 엄마가 편안하게 웃는 표정을 짓는다면 아이들은 어떨까? 조금 전 실험과는 달리 한박 웃음을 짓고 있는 엄마. 엄마의 행복한 미소를 보자 덩달아 기분이 좋아진 연우. 그러나 이때 연우의 눈앞에 보인 것은 시각벼랑을 건너기 전 물끄러미 엄마의 얼굴을 바라보는데 엄마의 환한 표정을 확인하자마자 거침없이 앞으로 돌진하는 연우. 야, 이거 감동적이다. 미소 짓고 있는 엄마를 보자 한 채의 망설임도 없이 그대로 직진. 엄마의 웃음 덕에 무서웠던 시각벼랑을 용감하게 통과. 엄마의 표정 변화로 확실하게 알 수 있었던 연우의 달라진 반응. 이번엔 한음이의 차례. 엄마가 행복하고 밝은 목소리로 자신의 이름을 불러주자 한결 편안해 보이는 한음이의 표정. 앞으로 갈까 말까 주저했던 때와 달리 단번에 시각벼랑 통과. 엄마의 미소에 시각벼랑 건너기 대성공. 엄마의 표정이나 진짜 말 그런 거 하나하나가 진짜 아가한테 제일 중요한 걸 알았어요. 엄마 표정을 보고 많이 웃으니까 앞으로 더 많이 웃어서 애기들 좀 밝게 키워줘야 되겠다 생각했어요. 제가 웃으면 아가도 웃거든요. 또 아기가 웃으면 저도 엄마도 웃게 되잖아요. 웃음은 전염이 되는 것 같아요. 아이들에게는 엄마의 웃음 지수가 곧 아이의 웃음 지수. 지금 스토리온 우먼쇼를 보는 우먼들이여 다 함께 스마일.另外这，咱看到这影片，咱看到两个妈妈第一届真严肃的看着囡仔，当囡仔要爬过妈妈的时，看到伊甲妈妈中间有一个真深的悬崖。就是囡仔看到妈妈的面容无喜乐、无笑容的时，囡仔无快乐、无勇气来爬往妈妈，行往源头。就是第二届，这妈妈满面笑容喊囡仔的名的时，你看囡仔。看见妈妈喜乐的面容，毫不分身的安那去爬往妈妈的身躯边。然后这咱看到，当咱生命充满了疼甲喜乐的生命的时，咱带予人是别人迄个往情的快乐。相信上帝收视你。对上帝遐来的疼，上帝喜乐的心要带予人真侪喜乐的快乐，要得五万的稳定。所以了这，伫恁兜，牧师要鼓励你，常常用喜乐的心来代替你迄个严肃的面，迄个喜乐的心
会带来家庭气氛的改变，会带来快乐，带来愿望。所以了解咱看到，有些巴蒂麦红主动以及犹原奋不顾身往前要找耶稣，因为耶稣的听大大充满着伊，互伊有喜乐的快乐，要对主遐得到。所以了解，咱看到巴蒂麦，伊经主的时，主甲讲：“你的心救了你呀。”所以了解，这巴蒂麦唔但把手得到医治，伊的灵魂嘛得到拯救，伊得到永远我的拯救。所以了解，无法度主动的祝福，就是上帝互人的喜乐、听的祝福。这个祝福要深深的影响着真侪人归向伊。所以咱的教会应该成做一个充满笑声、充满笑容、充满听的所在，互一社区的人因为是耶稣的听，人有快乐、有能力、有意愿来亲近主。愿上帝赐阮祝福，咱今日才去领受。这个时阵，咱要来敬拜。当王牧师对咱分享，即马咱的性命是孤单无伴，也是无路通行。咱拢爱上帝来讲，互伊的话充满咱，互伊做咱性命的牧者。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哦，对的未来，真正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哦，当时的路，啥人通我去？耶稣你听我，我一生跟我，咱做伙来讲。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对主来讲，若我孤单无伴。孤单无伴，这是咱的心声嘛？唱出对上帝来讲，我若无路通行，主啊，做我无车。耶稣是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跟我。因为咱网络，咱第一期的兄弟，伫这个疫情真严重的时，
可能你的生理受影响，可能这疫情让你真惊吓、真无平安。弟兄姊，耶稣伊疼你，伊要享受伊对你遐来的喜乐。耶稣欢喜你，无论你捌伊唔捌伊，耶稣欢喜你，伊要享受对伊遐来的快乐，互你。阿门。互你经过这个疫情的考验，阿门。互你会当平安来经过。阿门。这是咱三甲来代祷，咱为着缅甸政府、军政府这百姓，咱为着因的政府来祈祷，恳求民主的制度早一日临到伫缅甸。咱也为着这个疫情严重的巴西、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真侪国家疫情的严重，特别巴西的疫情真严重。咱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台湾，特别台北、新北、甲咱这两天有屏东有迄印度变种病毒对屏东入来，互真侪人来得病。咱为着这个县市长来祈祷，为着咱的疫苗来祈祷，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咱毋通得到更侪，互台湾注射疫苗的比例会当增加。咱为着这个来祈祷，咱同心开声来祈祷。是我听上帝怜悯的主，你是听我祈祷的上帝。主啊，让我知影，台湾面对着武汉肺炎，台北、新北市、屏东、高雄，真侪县市拢受到肺炎的这挑战。愿主你互阮政府官员有智慧来进口疫苗，也是国产疫苗，要成做阮台湾百姓健康的生活。主啊，你帮助缅甸政府，以军政府用固定这百姓。主啊，你恳求你，互民主的制度早一日临到伫缅甸的政府机关，互缅甸的百姓恢复过去的平安甲自由。主，我为着巴西、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因为肺炎的因素，因有着真危机的处境，愿主你施恩怜悯，互这国家早一日得到控制。主啊，阮恳求你施恩带领帮助阮，互阮以主领情得到上帝你的管顾甲医治，互咱台湾甲全球拢得到上帝你的拯救甲管顾，互阮全球台湾拢会当恢复过去的平安。愿主你施恩听我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最后为着咱教会，咱2022年咱的成长的目标，咱祈祷。虽然肺炎的疫情来影响咱犹原对主有信心的仰望甲活靠。那为着咱教会甚至古辈兄兄姐来祈祷，愿上帝医治的权能成做因的快乐甲帮助。咱三角开声来祈祷，施恩听上帝，阮为着肉体两正兄姐来祈祷，愿主你施恩怜悯，互这肉体两正的兄姐对主耶犹原继续的仰望甲活靠，互因有信心仰望主活靠主，互因对主耶稣的医治的权能临到伫因的身边。主，阮也恳求你帮助阮教会，虽然疫情的因素，阮停止真济实体礼拜、实体聚会。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主领情，得到上帝你的管顾，互阮的时间，阮互传福音的快乐无停止，听人的心无停止，奉献的心无停止。愿主你施恩，阮也听祈祷。咱得者牧师祝祷了咱要邀请咱的
父亲母亲来献上一首诗歌，给咱的上帝。咱同心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跟咱众人三甲伫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福杯满溢。
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天要住在耶和华